继续来看基隆市选委会针对市长陈国良的罢免案举办罢免说明会，因为风台是应该昨昏暗时7点的时阵来举办。代表人戴景安甲市长陈国良即届是两个人正面交锋，有针对东华商场的争议，也佮有基隆公车上久甲各种等等的问题，才拢有讨论。也那戴景安是批评陈国良，伊的分数顶也佮派贪污甲道理等等的官司。另外，陈国良伊是翻头甲伊问讲，未来官司、未来司法若是有刑事清白，罢免团体敢会甲伊回失礼呢？也那这个罢免案会伫即礼拜13来投票。基隆市长陈国良罢免案，即礼拜六13要投票。专案进行罢免案公办说明会，领衔人戴景安甲市长陈国良成立后宾，讨论公车各种的问题。最近市民朋友都一定会看到抛锚的公车，市长编列的预算买的也都是快要淘汰年限的公车。在未来的2年，我们会把目前的大型公车，希望都要改成电动、全新还有低底盘的公车。自民将感受较大的公车转移到市府估值问题，戴景安批评基隆市几多项评比拢掉车尾，而且报好无报歹。虽然还9亿个债，但我拢无讲今年估值51亿。我们不仅还债9亿多元，人口也在我第1年达到了基隆市近20年来唯一正成长的1年。今年4月，市府提出来的举债金额是51亿，整整多出了20亿。我想问市长，为什么你不提及这一块？戴景安批评陈国良涉及贪污道理等4大案件，尤其强总入去东华商场是涉及到强盗罪。不过陈国良反击讲，若未来司法还伊清白，罢免团体是不是该回失礼？市长在产权为民，未取得法院强制执行命令的状况下，就派员警去破门。我们的检察官还我清白，用我不起诉处分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机会贵团体会向谢国良说一声抱歉？陈国良讲，希望以后会让伫咧每年第4季邀请罢免团体到市府来甲因指导，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。离投票日无到1礼拜，正反双方拢希望市民爱出投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